这个开发区总面积大概有4公顷。那么重划之后呢，我们可以取得2.6公顷的住宅区跟医疗专用区的可建筑用地。那另外还有1.4公顷呢，就是我们的公共设施用地，包含公园兼滞洪池、广场、停车场，还有道路用地。这个工区在开发前，它原本都是杂木，还有荒废的土地，还有奇美医院既有的一个停车场。那土地呈现一个低度利用。那么在我们经过湿地重划的一个工程的整治之后呢，我们解决了地下废弃物的问题。那同时呢，在重划的施工期间，也确保医院的停车需求不能中断。那另外呢，为了避免打扰医院病患的休息，我们也跟奇美医院密切的合作，协调工序，把这个噪音跟扬尘还有停车的困扰降到最低。那么施工完成之后呢，我们这个公园兼滞洪池可以解决当地淹水的问题，可以有3400多立方的一个蓄水量。那另外公园用地呢，也留下一块这个活动中心的预定地，让永康区公所来建设里的活动中心。那全区呢也移植了53棵区内的一个乔木确保这边的树木呢可以符合永续的存在。完成之后呢，我们希望造成多赢的局面，也就是说医院可以有更好的医疗专区来照顾病患跟家属。那么当地的社区也有休憩的公园跟活动中心的使用，还有呢整个的地区也排除了低度利用，让这个地区的发展更加的繁荣。很高兴，经过14年的期待与努力，在市政府的支持底下，我们六甲顶医疗园区终于完工，再来会进行配地的程序。那么我们取得土地以后，我们要新建新的医疗大楼，让我们奇美医学中心在永康、在台南提供的医疗能够更上层楼。那么我们这一次医疗专业区总共取得12500平方米的面积，预计可以盖的建筑面积有7万平方米。相信取得这样子的一个土地，那我们会来进行医疗更上层楼、旧大楼的翻新以及新功能的引进。感谢市政府的协助，那我们也期待有这个新的土地以后，改善民众停车的状况。时间的进程本是基比的90%的这个停车场在这里。时间内底时间单位做得非常的好但这个阮停车位用得非常的好上较赞的就是讲阮只有去这个公内底有楼底活动中心，阮家庭里面上个大期待就是讲，阮有这个所在当去活动中心，这是阮里面上大的福气啊！会当二楼一定有一个活动中心起好，就是搁再较更加健全、更加好。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请剪彩。我们六甲顶医疗专用区的这个土地湿地重划总共高达4公顷多。那虽然面积不是很大金额牵涉到1亿多，但是因为由于它是在现在正在运作的医疗园区里面，所以说等于是穿了西装改西装，对于民众以及医疗品质，还有周边的交通的冲击要降到最低，所以工程期间难免会有点长。但是呢，终究这个好事多磨，终于磨成绣花针了可以让我们六甲顶医疗专用区可以完工。所有台南市民获得了一座公园，获得一个活动中心，获得的道路用地，然后那个医疗集团他也获得他想要用的医疗用地，因此呢，可以说是创造多赢的局面。将来呢，我们会尽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多功能的活动中心动工，在明年希望上半年就能动工，能够让周边的民众有更好的活动空间。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1月20日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立委陈廷辉得到民进党台南市长提名，20号特别去到台南市议会拜会议长柯丽丽、副议长林志典以及民进党团大约20位议员，伫议长室进行关门会谈。当中党团祭出3点协议保证，也毋过陈廷辉并无签署。传出将对第1点
爱明确切断甲过信量的关系，无认同，替双方的会谈留下遗憾。在议员陈怡丁、陈秋平等人的陪同之下，市长初选胜利的立委陈廷辉，20号到台南市议会拜会议长曲丽丽、副议长林志典，双方在议长室进行45分钟会谈。议员呢，我有亲自打了电话跟他们拜托。那我相信，我们对于每一个人，我们都会亲自来倾听。有意愿要的就一起来啊，没有预设立场。现在这边不错啊，大家都这个敞开心胸这个高谈阔论。当中，民进党团祭出3点协议，第1点写到要求陈廷辉切断甲郭信良的关系；第2，袂当辅选国民党其他党，甚至曾经批判攻击民进党的无党议员候选人。最后是大选了后的正副议长选举，一定要尊重支持党团推出的正副议长候选人。感到蛮遗憾的啦，就是他在上面内容可能他就只有答应在党团制度里面的部分产生议长这样子。他也是非常诚意来拜访，那么很遗憾是说没有完全达成共识啦。在联署书顶悬总共有23人签名，拢是原本挺林俊宪的议员，其他现场挺陈廷辉的议员嘛拢有看过，也毋过无签名。这届会谈留下遗憾。不过陈廷辉27号将会拜访市长黄伟綽，希望做通考角色，团结民进党，赢得2026大选。台南新闻杨顺怀、杜世宏采访报道。旧历新年特别来到，立委陈廷辉20号正式公布今年的春联主题：一马当先，陈廷辉以喜气的红色做底，中间以书法呈现一马当先4个字，搭配着陈廷辉落款，整体设计呈现年节氛围，甲勇敢向前的意象。喜气红色为底，以书法呈现一马当先4个字，并搭配陈廷辉的签名，整体设计简单大方。除了展现清高年节氛围，也呈现出陈廷辉勇敢向前的勇气。大家如果在关注廷妃的春联我过去都是以比较 Q 版的方式设计。那今年因为我爱上了这个书法家的字因为他在我的这个影片当中帮我写了这个8个字，这个守护台南，还有改变台南，让我感受到他的一个气势。也是不只是气势，还有温柔，所以我就拜托他说：“你是不是可以帮我写4个字？”他就写了“一马当先”。我相信这是一个祝福。在我们还没出现的时候，他就写了这些字，然后给我祝福。那我就把这个字把它变成我的春联。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他除了有坚毅、有温柔，我常在讲，廷妃不一样的是，我的腰比人更软，我可以倾听人民的声音，这就是我们的温暖与温度。可是我也比别人更坚毅，我可以骑着铁马8天37区，总共超过510公里。我们要给大家知道的是，这不是一马当先4个字而已，而是我们要站在人民的面前，让大家有信任感，而且有温度，让大家能够放心把台南交给陈廷妃。活动现场包含市员陈秋平、陈碧玉、蔡秋兰、李伟智、周丽金、陈怡晶、吴通良以及创专执行长校长共同为新年各开序幕。2026一马当先，陈廷妃。陈廷辉表示，一马当先不只是新春祝福，更是一种对未来期待和态度。伊指出，新的一冬，希望每一个人拢会当勇敢向前，为家庭、为生活努力打拼。陈廷辉也强调，今年完全以书法呈现春联，是希望透过传统的笔墨，传达稳定、踏实、甲累积力量，呈现出一马当先的气魄。伊也期待这份春联会当陪伴市民迎接新的一冬，再来向前的勇气甲祝福。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
今年3月份 WBC 将要登场，蔡基昌阁推出 Team 台湾上用春联，立委林义景、台南市议员朱正轩嘛伫咧永康服务处同步发送，吸引一个民众排队领取。而伫咧台南的嘉泰国际棒球训练中心，持续拍响国际知名度。今年确定将有3支职业棒球队进驻训练。2024世界12强棒球赛，台湾队摕到冠军，替台湾留下感动甲骄傲的时刻。中华职棒会长蔡基昌今年特别再推出 Team 台湾上用春联，象征甲台湾队的屈势，变作新年祝福。伫立委林义景、台南市议员朱正轩永康服务处出现排队领调。那今年的春联其实非常有特色，有台湾的这个元素哦，然后又有台湾雄用的精神这样哦。那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春联。一起把蔡其昌会长的这个台湾雄用哦，我们把它挂在我们家门口，一起帮台湾队集气。耶，冠军！今年3月份 WBC 将要登场，透过发上用春联，替台湾队来加油打气。另外，台南的嘉泰国际棒球训练中心成为国内外职业棒球队训练热门基地。今年确定将有3支球队进驻，包括乐天队在1月26号到2月20号要来这边集训。那恐龙队呢，在2月8号到3月1号也要在这边。那接着下来呢，就是统一队也在1月26号的时候，也要开始在这边做集训的工作。国外球团因为正正好的使用经验，申请来台训练，正是对嘉泰训练中心品质的肯定。体育局经济部指出，目前已经甲统一赛密切讨论场地租用甲合作细节。3月29号统一的这个开幕战也要在这边来进行。那所以你在之前要先办理3场的这个热身赛，那我们都会按照宗旨的要求规定来进行。嘉泰国际棒球训练中心有国际水准，市府除了兼顾在地甲国内球团，嘛互场地发挥上大效益，展现台南市推动职棒运动甲城市运动外交的决心。台南新闻杨淑怀、杜世宏采访报道。由国家主体以及都市更新中心兴建完成，台南市东区新都安基的社会主体，总共621户，是台南市东区头一座开放登记的社会主体。这2天开放头一批住户进行看厝甲选厝作业，民众对着附近环境、生活机能以及大楼设施甲设计拢表示肯定。位于东区总计1家台南副都心开发区的新都安居 A 社会主体，是由着中央国家主导中心来兴建，规划地下2站、地上14站的3栋建筑群，总共621户，是台南首座中央兴办完工的社会主体。这2天开放民众来看厝。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新都安居，我们做了605户的招租之外，那115年我们也还会有新市跟那个开南2个社宅，那这2个社宅加起来的总户数也会有将近1000户，所以目前在台南市中央推动的社会住宅的存量跟招租的户数，应该是在其他县市来说，我们是提供的供给户数最多的。因为每个人的需求跟他喜好的房型不同，那有的人会以楼层的高度由上往下选，那也有的是优先考虑坐向，可能他希望朝北或朝南的方位。那原则上，各房型的那个各楼层都有他喜好的族群。新都安居 A 社会主体因为靠近巴克利公园，附近还有文化中心、病院、甲学校等生活机能方便，而且社区还佫保留社会福利空间、店铺，甲大面积广场空间，营造友善的婚育宅的环境。那我们会提供像是老人服务的据点，或者是类似像这种跟 NPO 合作的一些服务空间，去增加周边社区的一些社福资源取得的可及性。那另外社区原本就有规划留设了18间店铺，那目前也由本中心这边在积极招商，那后续会以增加一些民生需求的业种为主。其实婚育户的申请量是有超过我们的预计的户数，那只是说因为我们还是有保留在婚育户里面有一般户跟弱势户的比例，所以弱势户的婚
婚育身份申请的人数有比较少一点，但后面我们也会再把这个户数就是回流到其他的弱势户去做增补，所以总争取的户数还是会满足605户的这个台南市民的需求为主。其实是在想，如果以后台积之后沙仑有现场的话，那这边距离沙仑的通勤会比较近，所以当初才会选择来抽这边的社会住宅。坪数也 OK， 那周遭环境其实应该也是等日后的附近周围发展，因为听说未来也会有那个第二间的好市多，对。对这件事情本来就蛮感兴趣的，我们自己也需要有私人空间。小孩子长大之后，如果在这种房间其实比较大，他们如果可以多多去走动啊，下面也有其他公设，我觉得对小孩子成长的帮助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我煮饭什么都很方便，他们也都看得到我，就是我去哪里的话，小宝宝他们都看得到，他们比较不会担心，比较不会害怕。伫个头一批住户看厝选厝，因为到场的民众实在踊跃。现场进驻的物业甲地保全公司嘛已经准备充分引导民众，准备3月份要来迎接住户的进驻。这边出入的部分的话，我们大概就是走向跟一般的豪宅一样，我们进出的话都是有门禁管制的，我们必须要刷卡，你才能够进来。那在系统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都有那个住都中心，它这边也有配置那个一些巡逻点的部分，然后还有一些监控的系统。那监控系统的部分的话，当然就是我们的监控室这边的话，就是有人员他们会24小时的下去做监控的动作。除了物业管理公司的进驻，另外中嘉宽屏3观龙有线电视嘛提前掌握台南市民对着稳定的网络甲着有线电视服务的实际需求，伫个社会主体兴建时，着干部来规划，伫园区的周边设立服务的窗口，提供住户及时的资讯甲着后续的服务，互社会主体的住户毋定住得安心。伫个网络甲着有线电视的使用上，嘛用个同款的放心。台南新闻林英根、何乔邦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报你知，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台南市长黄伟綽即届出访菲律宾，除了前往阿克兰省参访，嘛去到台南伫菲律宾地区的第一个姊妹市嘉美地市，甲该市副市长本身雷利会面，双方并签署增进姊妹市情谊了解备忘录，双方就深化两市未来交流合作交换意见。持续推动城市外交。黄伟哲访菲行程，除拜会去年缔盟的阿克兰省以外，也与台南在菲律宾缔结的第一个姐妹市嘉美地市与该市副市长本身雷利会面，并签署增进姐妹市情谊了解备忘录。双方更就深化两市未来交流合作交换意见。1980年签订姐妹市协定，一直到现在，坦白讲，两地台南跟嘉美地的联络并不多。那现在我们重新把这个友谊的桥梁再牵起来。那能够让彼此，我们签了备忘，今天签了备忘录，来加强包括学生的交流，还有包括物产的交流，还有包括彼此一些文化活动的交流。这个部分，我想说，既然签姐妹是我们是为签而签，是为了拉近彼此的距离，为了增进彼此的友谊而签。将来我也邀请那个嘉美地市的市长能来台南。那未来也希望我们有一些学生啊，或者有他们的一些学生，能够彼此增加访问。那这样子能够增进彼此民众的互相了解。由于嘉美地市长丹佛雷耶斯出访，因此委由副市长本身雷利代表与市府访问团会面，并对双方再次签署备忘录表达高度肯定，期待从实情以后交流更加频繁，合作更加紧密。Very happy to meet the mayor of Tainan, and actually we're very surprised that we have a resolution 40 years ago that it's a sisterhood between our city, Cavite City, and Tainan City. And we talked today that we're very happy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city
and we've talked about helping each other. And hopefully in the future we come to visit the Tainan city and talk about more partnerships with the city. 台南与甲美地市自1980年缔结姐妹市，至今迈入第46年，这段长久的情谊实属难得。黄伟哲表示，这次备忘录的签署，象征两市友谊迈向新的里程碑，将进一步巩固台南与甲美地市的姐妹市情谊。未来也会跟市府团队持续以城市外交为平台，深化与菲律宾各姐妹市的实质合作。访菲期间，黄伟哲也把握时间，与驻菲律宾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菲律宾台湾工商总会杨红玉会长、会员代表吴书健、吴柏林、许宏明、陈毅以及甲美地台商会长郑子卫会面，讨论台南品牌在菲律宾的发展潜力，更肯定台商长期深耕菲律宾，为台湾产业开疆辟土，也期待透过台商的力量，进一步深化台南与菲律宾之间的经贸与城市交流。记者张伟忠菲律宾的采访报道。上班进前买早顿应该爱选什么呢？高雄有一间开业22档的肉丸小店，是不少码头工人拢爱食的小食。晶莹剔透的外皮被轻轻夹起，以米浆制作的肉圆，口感却与寻常吃到的有些不同。皮薄 Q 弹的滋味，靠的就是老板娘手上的传统工具，让顾客在吃到 Q 弹外皮时，更能感受到肉馅的鲜甜。咱都早办肉丸甲素心饭，因为阮的物件我拢无用摕变的，阮的肉拢家己炒的。啊，阮的肉阮是绝对新鲜的，因为阮拢是人现化转来的温体煮的。阮有阮遮的肉店摕来的肉，我无咧用冷冻肉，嘿，啊，所以我的招牌就是我的肉丸甲我的素心粉搭配起来，我是最有自信的，我的素心粉绝对好啉的。因为我的肠啊，我嘛无用进口的，我用按台湾的。猪肠啦，我不用进口的东西啦，不是说它不好，那个新鲜度绝对不同的。开业22年的肉圆小店，过去曾在旗山老街经营，如今在草衙2路上，天还没亮就开始营业。母子2人分工合作，让一颗颗肉圆成为了许多港口上班族最爱的早餐。阮食哦，阮食足早，阮差3点半就爱出档，啊，我一定爱5点半吼，物件就全部爱有啊。因为阮遮人客足早起的，有码头的，要下班的啦，要去码头上班的啦，做船边的啦，很多拢会经过阮遮，因为阮遮较过就是码头啊，算讲就应付遮人客早起的啦。啊，阮遮我做2顿尔，我下昼差不多7点就收啊。虽然是铜板生意，但老板对于食材却十分讲究，只有自己敢吃的食物才有资格带给顾客。要做生意，更要守住自己的良心。记者洪俊杰、李品荣高雄报道。桃园市儿童美术馆推出上新的放大镜与缩小灯主题册展，唔但展出40本相关绘本，现场更直接打造一座球池，让小朋友会当跳入去耍，会当伫内底活读，相当趣味。走进桃园市儿童美术馆3楼的儿童艺术图书空间，映入眼帘的不只是传统排站的书架，而是一座充满童趣的绿色球池。仔细一看，这可不是普通的球池，而是一颗颗放大的豌豆粒。馆方配合展期自2026年3月2号的馆内特展 Mini Bone， 而特别企划了这场放大镜与缩小灯缩放自如主题书展，利用空间设计的巧思，将阅读角落摇身一变，成为充满惊喜的巨人国度。那我们这场展览是跟楼下的 Mini Bone 的展览做一个联动，那展示的书籍会以缩放的一个世界为主，就是我们会有很大的人、很小的人，或者是主角身份转换去改变世界观、世界观点的一些书籍。所以这一次主要的选书呢，就包含一些巨人的选书、矮人的选书，然后也有一些很经典的童话，包含大家知道的《格列佛游记》、拇指姑娘，然后还有包含爱丽丝里面有变大变小的情节，就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感受到阅读的一个乐趣。为了让孩子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选书方面别具新才，展览精选了杰克与魔豆、拇指姑娘等经典童话，还有台裔美籍作家的绘本《点心宫殿》，
描述小朋友在梦境中闯入食物世界，身体缩小变得跟烧麦、虾饺一样大，惊险又逗趣。另外还有一本法文版的《一寸法师》，透过精致插画呈现小人儿的冒险视角。我这一次要特别跟大家推荐的2本书呢，一本是这个点心宫殿。那点心宫殿就是很典型的小朋友呢，在梦境里面进入一个食物的一个世界，那它呢尺寸就会变得跟食物一样大。那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呢，他就去探险，然后变成食物，差点被吃掉，有这样的一个探险故事。那这一本呢很特别，这本是一寸法师。那一寸法师虽然是日本的故事，可是这本书呢是法文版的，它有非常精美的一个插画，让大家呢透过图片就能够感受到这个故事的一些冒险的情节。那我们的选书呢还有非常多种不同的一个选书方向，那很欢迎大家来现场体验看看。除了书好看，现场的布置更是暗藏玄机。展览特别邀请插画家打造结合童话元素的特殊书柜，鼓励小朋友在书架间寻找隐藏的角色线索。而最受欢迎的捷克豌豆粒球池，则是让孩子体验尺寸变形的最佳场域。那捷克的豌豆粒球池区呢，它当然就来自捷克与魔豆的故事。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小小的豌豆球池，让大家在里面阅读的时候感受到这个尺寸变化的差异。因为当你进入这个大球池区，你就变成了食物的一个部分。那你呢，在阅读的上面也会更有沉浸式的一个体验。那我们除了这样子的互动区以外呢，我们的现场也有很多特殊的一个书柜，那它也是结合了各种经典故事的一个元素，很欢迎大家来现场找一些重要的线索。从楼下的袖珍艺术延伸到楼上的沉浸式阅读，展览打破了书本与游戏的界限。这场缩放自如主题书展将在桃园市儿童美术馆持续展出，邀请爸妈带着孩子一起跳进豌豆池，在忽大忽小的奇幻视野中享受亲子共读的乐趣。记者陈浩台场报道。感谢你收看1月2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淑怀，咱再会。流感、新冠拢有疫苗好做，哈。啊，你还讲袂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这我拢知啦，但是该做嘛爱做。给起来做啦！你这个唔是我对上死啊！对，赶紧别叫 boss。爱有名才有福气啦。原来是梦，阮查某孙拢讲哦，伊家人时阵叫我爱牵伊去行地毯。准备好。好，行。所料用心一解解决，经去做哦。钢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缴费完成，保障生效。实际从事劳动人员也适用于特别加保哦。特别加保真便利，临时上工好安心。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什么很赚？我外甥凯凯最近一直劝我跟他一起买股票，20%。他可能跟别人买了投资报酬率高的理财产品，报酬率高，风险也会很高哦。我只是想领个钱给我的家人，你有需要问这么多吗？
即使是家人推荐也要考虑产品适不适合自己。购买理财商品需符合自身能力，投资前需了解商品预期风险损失，小心金融剥削。保定，准备好乱票大打了吗？打斗！沈大哥，等等，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115年起，驾照换照年龄下修至70岁哦。换照时不只要体格检查，75岁时还要做认知功能测验，还免